分理有啲巨變，見唔見到 ？OK， 好啦，咁咧大家咧，如果望一望啦嚇，係啊，呢個咧就係2023年係啦 Sem 2嘅 Question A2。咁咧你就會發現咧，今日條題目啦，咁其實同之前咧就有個好大嘅分別，就係上一年咧咁樣計晒咧就有10分，今年計晒只係得4分啫。咁好明顯覺得啲分俾得大家太輕鬆啦，咁所以決定搞一搞大家。咁但係我諗都係照做嘅啫，咁我唔煩你哋啦，我直接做埋啦。咁今日咧要揾個 K，咁因為加埋晒等於1啊嘛，咁所以其實你只需要簡單到就係0.15加0.3加 K 加0.2等於1。咁我諗應該你哋唔會 argue 噶啦，咁應該可以揾到今日如無意外 K 就等於0.35。咁之後揾 expected value 應該都會簡單到就等於0乘0.15啦，加1乘0.3啦，加2乘0.35啦，同埋加3乘0.2。咁所以咧你就會發現佢等於1.6啦。咁同埋跟住揾翻 variance，咁就變成0 square 乘以0.15。我唔讀啦。成日計咗 square 添，3 square 乘0.2，跟住就再減翻1.6嘅 square。